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平湖马经乌坎社区举办高丽菜王的比赛。83岁老乡亲叶春生，伊来种出着天霸王的高丽菜，有23大斤重，摕到冠军。老大人讲，一粒高丽菜为野种到收成大约要3个月，注意压水甲压肥是种出着高丽菜王的关键。 桌顶放一粒一粒的高丽菜，每一粒拢是菜农的宝贝。评审提出测量的工具，要来看这高丽菜伊的大小甲重量。46.5。哦，46.5。这是平湖县马经乌坎社区举办的高丽菜王竞赛。虽然比起往年，因为天气较热，高丽菜边境品质无遐尔好，但是依然有参赛者种出这粒天霸王的高丽菜。这一粒要种偌久啊？3个月。 这我嘛无法哩啊啦。这粒高丽菜有23.22大斤，遮尔大粒的高丽菜，阿嬷讲根本冇袂法的啊。要种出遮尔大粒的高丽菜，关键就是爱注意伊的肥料甲压水的频率。为了推广一社区一地少，马经努力协助乌坎社区经销高丽菜，希望透过比赛，互大家看到在地文化。嘛欢迎大家来乌坎社区来食高丽菜美味。